金猴送春，春来早。越剧舞台百花娇。女士们、先生们、来宾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灯火辉煌的艺术舞台，真可以说是宾朋满座哈。没错，你看有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南京市文化局共同主办，上海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南京市越剧团和上海天蟾京剧中心演出公司共同承办的东方戏剧之星陶琪越剧舞台艺术风采展示的专场演出呢，今天在这儿隆重的拉开了帷幕。南京市越剧团的当家花旦陶琪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啊，是第1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1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的得主。而且呢，他师从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在他从艺的20多年当中啊，他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是啊。在越剧舞台上呢，陶琪素有这个乐坛才女之美称，多才多艺。你看她这个除了钻研这个越剧艺术之外呢，还不断的博采众长啊，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文化和艺术素养。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呢，她不仅取得了大学本科的文凭，同时在业余时间呢，她还向这个从事书法美学研究的丈夫学习书法，还向这个音乐学院的老师啊学习古琴古筝，还向这个民乐专家学习击鼓，真可以说会这么多才多艺啊！古人说这个琴棋诗画样样精通，用到他身上倒是一点没错。没错，所以在今天这个演出当中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就可以欣赏他那个多方面的这个才能。没错。那么在今晚陶琪的第一折这个折子戏啊《劈山救母》当中呢，他将大胆的把京剧《天女散花》中的红绸舞巧妙的移植到这个戏里头，而且呢还将现场为我们弹奏古筝啊，肯定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看。那么这样吧，首先就请大家来欣赏陶琪为我们带来的越剧折子戏《劈山救母》。
将绿郎身体困躺，四角儿定转张人杀银郎，将绿郎为国廉政今日岁，世人想，可是当以笔书长，老恨兄长杨二郎，自强凌日称雄王，谁谁莫修正养心成大道，也不顾深山细木与凄凉，谁谁莫神仙不给同万年，我唱我们好鸳鸯，将我当在华山下，归入紫金前抛光。杨二郎啊，杨二
勇气什么尽挫把风声当可人非梦非幻故事真，小儿花娘生连生，难道是我儿亲娘到此来？外面的可是谁？外面的可是谁？外面的可是谁？公醉神仙，神仙真的是啊，曾想到此情娘亲。你当真是入赘丞相我？是我儿，我是你娘，华山生母。哎呀，哎呀娘啊！儿新娘一口气跨越千草野，娘看儿衣裳年方错盼中里，儿亲娘是去开虎庙放官里，娘盼儿将冰封山崖太阳城，儿新娘是茫茫大海要绣花针。娘盼儿两漫漫上也盼起明星。儿新娘娘盼儿自苦兮高过云山千万层。母亲，你快掀开瓦伞，与儿相见。丞相，这耽误容易呀！岂不知你母举相母人，他将我压在华山地头，茫茫华山高见长。
见娘面真关心，儿真生娘在古洞深受苦，儿真生娘在华山遭沉沦，他是母儿郎人不凶狠，儿也要拼将一死举娘亲。这不能力把王三清，王妃功夫查堂我，必救娘命先伤你。今生休想见娘亲，岂不切乎反悔，娘不我乃华山土地是也。哎呀，公公，我要救我母亲，又无办法。啥要救得你娘，自非劈开华山，劈开华山，劈开华山。你到霹雳大仙那里接得劈山神父，才能扶落山里。多谢公公。慢，老德儿借你清风一阵，好生去吧。多谢公公，多谢公公，多谢公公。丞相与子救人妇，这是他陈小礼不是孤单，啥与顺谁要知他处，啥与顺谁要知他处。
小陶琪的演唱是委婉动听，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原派艺术的魅力。特别是陶琪在一开场的时候，一段古筝的演奏是弹奏的是如泣如诉啊，在结束的时候，一段红绸舞呢又显示她的婀娜多姿，的确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乐坛才女的这么一个美称啊。对陶琪来说是当之无愧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陶琪的专场演出当中呢，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众星捧月，明星云集。因为有很多著名的演员呢，他们也是纷纷前来祝贺，和陶琪一起同台演出。那么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南京的著名小生朱小昭，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朱小昭。小昭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观众来说啊，对您是非常的熟悉哈。我们也都知道呢，您是陶琪的老师，也是陶琪的合作者。那么在长期的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记得您和陶琪合作过有《柳毅传说》啊，《莫愁女》，还有我们这个《八女投江》，还有这个《安堂热木》等等等等。那既然合作了那么多年，能不能跟我们大伙儿说说，哎，您觉得这跟陶琪合作当中最大的一种感受是什么？我想，我和陶琪舞台搭档已经有20多年了，可以说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啊。我们是好姐妹，也是好同事。那么从陶琪的成长过程当中，给我的深深体会呢，我感觉陶琪是很幸运的。她主要是能够成长在我们南京市越剧团这么一个和谐、很团结的这个氛围当中。那么刚才这个朱小昭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在这么一个团队的精神鼓舞下，才有了陶琪今天获得那么大的成绩，是不是？那我想，既然今天您来到了这里，也应该为我们表演一段，大伙说对不对？哎，好。那么小赵老师为我们演唱什么呢？我想为大家唱一段《安堂热木》吧。哎，好，让我们掌声欢迎朱小昭为我们演唱一段《安堂热木》。情
我们知道呢，由范瑞娟老师和傅群香老师合作演出的《梁祝》啊，一直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个粤剧名著。那么，其实，在早年呢，我们的袁雪芬老师和范瑞娟老师呢，也曾经合作过这出戏，而且呢，还被拍成了电影。那么，袁派和范派的合作呢，同样也是堪称一绝。那么，今天晚上呢，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就特地安排了一对优秀的袁派和范派传人呢，来京城合作一下。他们就是今晚的东方戏剧之星陶琪，还有我们上海的著名范派小生张瑞红。来，我们掌声送给两位。看见他喜气匆匆放映来，我只得将夜欢笑长如两兄进入也没轻松。两兄，你我长亭分手，别来可好？好啊，也没家具相比爱色。托两兄之福，也还好。哦，两兄此来是路过，还是得到？与兄呢特地到此，一来与沈八大人请安，二来想望望你家舅妹。舅妹，哎，是啊，那一日见到大上说你归，你在家与下舅妹长亭上面做的媒。与兄是特地登门求亲来，两兄啊，你那舅妹是哪一个？就是小妹宋英梅。与兄之他，就是也没两三杯与作英来，写诗姻缘配龙来。见他欢笑无心碎，他真是弟弟将我终身配。家比重逢应欢喜，你我礼上最上美。两兄啊，我有一件伤心事啊，小将明生。
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今世无法。两兄，何事？思容小妹比你归来，弟弟做主，已将小妹的终身许配马家了。马家，马太岁的儿子马文贼。两兄，原来你好，你在长宁之中哎，是大家与下酒哎，既然九妹就是你，你为我有许马文贼？两兄啊，难道你小妹心意藏不知？夫妻愿嫁与马文才呀，也没有我与你三盟还是情义在，我心中只有你做应的。你父亲做这许马家，就该夸把亲自配。我一人前方八几八顶配，我一人娶的马家拼我妹啊，真的是啊，弟弟为了妇女情，他不肯把马家请来配啊。哦，你我不肯把情抬，我两家花轿起来的，唐人请来了师母，这家庭上坐起来，拼了就是肉酸菜，紧紧藏在袖怀内，肉的肉酸菜，难道不能夫妻配？肉的肉酸菜，父的本应承上来呀，妻子你我是做子夫人当他是品美呀。
万一你搞到衙门内两兄弟于是无不要见去亏。我呀讲，不能讲，我有理呀，娘兄。两兄啊，两门地担钉子，大发老母私房财，我应得此生一副两兄弟领取所欲。我哪怕九天仙女都不两兄弟在地打寒山，小妹不言苦为，两杯三句敬两兄。想不到我的泪他上这酒一杯。
记得你宽称我与儿关恨啊，是因为面红耳赤口难开，可记得十八里相送长亭路，我是一片真心吐出呀来，可记得比做鸳鸯成双的，可记得牛郎织女恰恰为，可记得金钟双双来照应啊，可记得观音堂上把堂啊杯，我也曾留下平稳哟酸菜啊，我是拜托师母祝他们养好了相逢之际喜巧才啦，我也曾临别轻看许眉，谁知旁有情人总能成眷属啦，想不到美梦姻缘两开，两兄啊，我与你两兄难认得，弟弟用了马家眉，我与你两兄难认婚，弟弟断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认呀，弟弟因过马家去，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违，马家自他情难退，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违。马家是他情难退金台十出心头话，我观长城东，可无言。荆棘地坡三根木，狂风吹着平地。
今日总能成眷属，谁与子今生难去做一。两兄啊，你千万珍重，莫心灰呀！那要告诉大家，这折楼台会呢是陶琪和张瑞红啊今天上午呢刚刚赶排出来的，这个一次就成功了，这个全靠平时这个舞台经验的积累，大家说对不对？刚才大家叫了那么多声好，再来一遍，感谢他们，好不好？这个后边的节目呢同样精彩啊。最近几年呢，大家这个有目共睹，我们上海呢有好几位海归派演员啊回归舞台，那么他们的出色表现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欢迎。那么这其中呢就有大家非常喜爱的著名七派花旦金靖。那么今天呢，金靖也将作为演出嘉宾上台来做助兴演唱，我们欢迎金靖献上《白蛇传》中的河波选段，有请金靖。里
精进的一段合播呢，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七派艺术的魅力。好了，观众朋友，那我想一说起这个《西厢记》啊，对于我们广大的戏迷来说是非常的熟悉。这是一出经典的传统老戏。那么年纪大一点的观众一定记得，在新中国的建国初期呢，我们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像袁雪芬老师啊、范瑞娟老师啊，还有徐玉兰老师、王荣娟老师等等，都演出过《西厢记》。那么这几年呢，在越剧舞台上，新一代的张生、崔莺莺也应运而生。著名徐派小生钱惠丽和袁派传人方亚芬呢，他们联袂主演啊，使《西厢记》又一次重现了光彩。
那么今天呢，这个钱惠丽呢，为了庆贺陶琪的专场演出呢，特意赶来，再次为我们扮演这个痴情的张生。当然，今天这个崔莺莺不是方亚芬扮演的，而是陶琪扮演的。那么红娘呢，是由南京市越剧团的青年演员李旭丹扮演的。好了，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陶琪和钱惠丽共同为我们表演的《西厢记》选段《琴心》。静啊静，小生与你无害相在，今夜这场大功建在你的身上了。将外杀我圣贤，想必小姐还不曾来意。哎呀呀呀，玉儿啊玉儿，你看在小生门上，不为朝夕出来吗？啊！心神劝句，两小推意思平静。随张生压定，他在西厢出去弹琴，我与小姐到花园烧香。咦，怎么我进了花园，他还不来呢？等我唤他一声，啊，小姐快来呀！小姐你快，今夜月色多好啊！月儿啊月儿，你又出来这人哦！望晴空，冰冷乍涌。不相见，风骚残红，有你心横断太空，那多来雨。红娘，我哪有什么心情烧香嘞？听说来了，就胡乱的烧一次吗？从今只许我心头共享，从今只许梦里相望，从今他是共心里情郎，从今无人了画中爱从。红娘，你怎么样了？带我担起金烧香吧。
是风，踩天马引天动，莫是那繁华宫殿一民众。也不是，小姐，这声音好像是在那边呢。小姐，你可要仔细听哦。我在里见身体，身在相当，恰原来西厢的人儿李思彤。小姐，你在这里烧香，我去和老夫人他商量了一。他不做天气到天不上谁用，他不要干啥我离空，他不争高啊把风雨弄，他恰是儿女地狱的小长东。他是一穷恨比穷，都只为降落是风山之用。他却为中无一同，分明是把老飞燕过西东。关外一穷断上也只因千古痴心同情，因才不言中。此女生姐平如小姐，待我再试探一圈。唉，昔日司马相士正旦一圈，名曰凤九啊！唉，小生岂管似曾相识，这是小姐你哦，作文君又是何比得上你呀？啊！我今便将撤却他来。有美人啊，金子莫忘，一生不见我，死之是狂。奉帝好将我四海君王。无奈家人我不在东江，张青太女哦，越是张张，不得与非我死无论王。小人听了不就泪下。唉，夫人忘恩于你完则罢了，这是小姐你哟，你却不该说谎哦。哎呀，张生
闺门里扶着不也叫女工，就我女儿家聚乱逢。母亲啊，你看过英雄龙人公，哪个人将儿追送？终见到本将儿得脱了云山，千万从子与高堂泪朦刚才呢，我们都在看，就说那个钱惠丽呢，这次在这个秦心当中啊，其实我们都觉得在《西厢记》当中，这个秦心呢是崔莺莺的重头戏。这个张生在里边的戏份不多哈。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跟这个陶琪第几次合作？第一次。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合作就那么默契啊！这看来这个张生和崔莺莺是心有灵犀哈。那么既然今天是那个我们钱惠丽说呢，是为了来祝贺陶琪的专场演出，当然了，您也要给我们说几句话，祝贺这个陶琪，你看怎么样？好。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谢谢。这个今天呢，除了陶琪一朵红花以外，所有的演出人员都是绿叶。陶琪他为人非常的善良，而且碰到什么事情呢，他非常的他可以非常的谦让别人。所以呢，陶琪他不但在艺术上他是成功的，我觉得他的为人也是成功的。其实我告诉你，刚才这个钱惠丽说的有一句话非常好，她说今天陶琪是红花。但是那么多的绿叶，其实都是一些著名的演员，这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整个粤剧这个领域当中啊，这种团队精神。当然了，钱惠丽光说是不行的，对不对？那当然要唱了，唱什么呢？那就唱一段那个《红楼梦》，太熟悉了，唱一段《真假驸马选段》，可怜天下父母心。好。父母心。
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为这个陶琪配戏的我们的著名的一些小生演员，无论是张瑞红还是钱慧丽，他们的全情投入啊，都比平时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也为他们的这种团队精神、无私的奉献精神，再次掌声表示感谢。好，观众朋友们，那么在欣赏完了我们上海的著名徐派小生钱慧丽的演唱之后呢，我要给大家请出一位来自南京的演出嘉宾来啊，他就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著名商派老生胡国美。其实提到这个名字啊，大家应该不会陌生了。去年呢，南京市越剧团带来他们的新编神话越剧《柳毅传书》当中啊，这个胡国美呢就非常出色的演绎出了当中的洞庭君龙王的角色，让人过目不忘。那么今天呢，她也是特地赶来为好姐妹陶琪做祝贺演出，我们欢迎她带来双枪老太婆选段，来，大家欢迎。大家知道是当年的我们的越剧十姐妹啊发起一演的一出越剧。虽然呢它离开我们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其中的唱段送信呢却是在我们的广播电视中，在舞台上一直延续流传了下来。那么今天晚上呢，陶琪也将为大家倾情献演这个精彩的片段。不过呢，我想呢，给大家准备点特别的。陶琪呢不唱其中原派花旦季弟这个角色。那么季弟这个角色呢，我们特约了上海越剧院的著名原派花旦，也是陶琪的同门师姐方亚芬来扮演。而陶琪呢，反串小生来塑造一下大将军申熙的角色。这个组合怎么样？够特别吧？想不想看？热情的掌声，请出他们好不好？一面走，一面看，一面问心。听真在无谁家，在里相见。
夫人，我叫生喜，你要找妇人吗？是啊，万老你请他一声。请稍等。夫人来也。请公主先生。起来，起来。娘催。我道你是个君子人，这样的戏弄人家不得呀应。我本是个大将军，岂可与你去送信？既是将军，你有身份，你愿何与我算不清啊？再叫你我的实话你不听，妇人已经得了病，生死黄昏看难言，病死要紧同在分，故儿你与话这关待我家，我常与你说不听。此次之来，是我错怪了你。此次之来，是我当得了你。张小姐到此有何光？我特地前来送书信，这封书信何人写？那湖水的妹妹名对人，他不是陪人路去湖中年，此次我已早知情。那临时将把话逼他推公他不肯，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他要我送与妇人便相信。你把书信来交与我，我去替你托与那妇人听。再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不知你小姐肯不肯？你把书信交与我，我替你送与谁心人？我不是书信是口信，心生来呀，我记在心。这个口信你要当心，不可再与那旁人听。趁我的口是你的心，答应了去做要守信啊！既然答应一语反悔，请说吧。啊，爷妹，爷妹啊！我来念信给你听啊。现在我
我发现这个原派的同门师姐妹啊，演绎了一段山河恋。我真没想到这个陶器的范派小生也唱得不错。再来一个，明天来看哈。告诉大家，其实今天呢，就像钱慧丽刚才所讲的那样。所有的这些著名演员，今天都是为陶器来捧场，为他来庆贺的，这是我们越剧界的一种非常好的风气。那么看完了刚才的这段山河恋之后呢，紧接着我要请出的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王派花旦单养平。单养平呢，今天要为我们献上的是一段《勿忘曲》，这是王娟老师后期的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让我们掌声欢迎单养平。
到了我们的压轴大戏的时间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祥林嫂》呢，一直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原派的代表剧目。由于这个戏呢，它是从中国的名著改编过来的现代剧目，那么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呢，给演员是提出了非常大的难度。但是我们的东方戏之星陶琪啊，就有着这么一股倔劲儿啊，他知难而上，在他刚刚开始学唱原派的时候呢，就非常凭借着这个难能可贵的勇气啊，选择了这出戏作为自己的突破口。那么这种勇气呢，也是得到了袁雪芬老师的这个青睐。袁老师呢，多次到这个南京啊，去为他亲自指导讲戏。经过不懈的这个努力和刻苦呢，他终于凭借着其中的《天问》夺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大奖。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陶琪带来的《祥林嫂》《天问》，大家欢迎。过了多少年，苍茫。雪满天，风满天。寒冬腊月，又一年。这长长的日子，我怎么过？是梦啊，是真，谁曾记得婆婆领我在一岁，那祥林她还在摇篮面，我是在前为他生产的人，万劫长把四不听，我是玉珠媳妇。心是苦，谁几呀年？有谁知啊，冰清因多年，祥林思雨，留下了两代寡妇独在街。婆婆是啊，她放下了重担，将我妹啊为老啦将我到山边。
多亏老罗他对我好大年与阿毛爹，阿毛。我是傻呀！我但知道下雪天，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老龙，你不要怪我，你不要怪我。谁知道啊，上环得去老罗的命啊，阿妈张我郎爷，天下我无依无靠无天地，那大把雨水去哦两间，没奈何啊，我儿子总把路夫亲啊，只觉得年岁寂寞度残年，都在我两次刮胡才一度。老爷他见我为了坐在去专门啊看，花去宫殿在耳边，陈设他天塌的才艺都可说了，恰为我的才艺成就没有清风点，哎呀清风点啊！我要告诉去，我要告诉去，我一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啊？台头坟场
到底有没有？文林到底有没有啊？家人还能再见面吗？告诉我，快告诉我啊！见也不三千也不关心关意难实现，是梦自心里深切。的确，一段祥林嫂哈，显示了我们粤剧的这个原派的风范，同时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这个祥林嫂的确是我们粤剧的一个里程碑。对。那我想此时此刻呢，陶琪啊，今天是非常的激动。另外还有一个人比陶琪更激动。更激动。哎，他是谁呢？那就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袁老师今天来到了我们现场，下面我们掌声欢迎袁老师上台和我们大家见面。欢迎我们的原版祥林嫂。欢迎袁老师，掌声再热烈一点好吗？袁老师您好。你好，你好，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哎。刚才呢，陶琪呢是为我们表演了很多这个原派的精彩的名作。那作为我们原派的创始人，袁老师给陶琪刚才的表演做点点评，给学生提点希望，好吗？最好的点评啊，是我们在座的观众。因为演员演戏演给观众看的，陶琪演的怎么样？我想我们的观众在公正的，我自己在批评自己，对他关心太少。因为他在南京，我在上海，我不能经常去，他也不能经常来。他是看到我的录像，自己在那里学，有好多地方我应该尽责的没有尽到。我向观众道歉，因为我们戏曲里面有两种演员，一种演员天赋条件非常好，嗓音条件他的长相都非常好，但是那样的演员他可以因为本身天赋条件好啊，他稍微努力一下观众都认可了。有的演员他天赋条件不怎么好，但是他非常用功。陶琪是属于后来一种的，他是非常用功的一个，可是我对他帮助太少。有些人我怎么掌握身上的引体动作应该怎么样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如何字正腔圆，这些东西啊，我还得要跟他好好的讲一讲。袁老师，我想此时此刻也是抑制不住这内心的激动啊！是，我们听了也非常的感动哈。
作为一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能以，一种他对知情的学生心态对如此的关心。刚才袁老师一直在说，哎呀，陶琪这段戏如果这样演会更好，对那样演会更好。这也说明我们的艺术家对我们的学生，他是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那么是这样的此时此刻呢，陶琪也非常的激动。对他说他要今天把自己最好的一束花要献给老师，他要向老师表达自己的心声。我们下面呢欢迎陶琪。陶琪在这里，袁老师，掌声送给这对师生好不好？朋友们，这个南京到上海啊，在地理上有距离，但是我们觉得老师和学生心与心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对不对？那我想呢，学生取得的成绩呢，对老师来说也是一种欣慰。那此时此刻呢，陶琪说他也有很多话要对袁老师说，要对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说，我们就欢迎陶琪来跟我们说说此时此刻你的心里话。我很激动，非常感谢上海东方电视戏剧频道，选我在东方戏剧之星来上海舞台上展示自己多年来的追求。我觉得呢，我离不开老师的帮助，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也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厚爱，对我和我们南京市豫剧团的厚爱，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会弘扬我们的原派艺术，说的不辜负大家观众对我们的期望，对我的期望。谢谢。是，陶琪说的非常好。谢谢。陶琪，我跟你说啊，我记得。陶琪啊，这个袁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作为我们一个演员来说，演员是鱼，观众是水，鱼是离不开水的。对。今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对陶琪这么热情的关怀，这些热烈的掌声也表达了对陶琪的一种厚爱。同时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越剧舞台，我们的前景是非常辉煌的。对。那么今天有那么多的著名演员甘当绿叶，就像钱慧丽刚才说的，为陶琪来祝贺、来捧场。下面我们就请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上台和大家见面。欢迎我们的功臣们，欢迎他们再次的与大家见面。朋友们，掌声与鲜花让我们同时用掌送给他声们。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们，同时鲜花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嘉宾们。越剧的兴旺离不开我们观众朋友的支持，在这儿我也要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再见，再见，朋友们，晚安。